来乡亲继续来看台中一个民众到台中火车头来接朋友，随手把伊的卡网放伫边电动铁马拿袂记哩摕走，等翻头搁转来要摕，卡网已经无去，伊随来报警，结果警察陪伊搁回到现场的时阵，有一对60多岁翁仔某甲讲，阮帮你顾卡网顾1点钟总算是等到你咯。原来遐尔拄好，这个民众转去找卡网的时阵，两翁仔某拄好去便所，唔才会烧出路。也毋过乡亲捡到人的物件爱注意哦。你若无随去报警，只要一个失角差，恐惊就会卡到侵占罪咯。1点钟嘛无来吵啊！这伫树骹休困的查甫人，摕一个黑色的牌献互穿条纹的查甫人。你们是在哪里看到那个包包的翁仔某讲一句，总算等到你，替你顾牌顾1点外钟，甲手中的牌献互牌的主人。原来是这位穿条纹细小的查甫人，甲牌放伫电动自行车顶悬。伤心男子遗失包包，地点就在台中火车站。他当时来这里接朋友，等待的期间，随手把包包放进电动自行车的篮子里，往拿走。细小的查甫人发现家己袂记得摕牌要搁转来找牌的时，想要到牌煞无去，伊紧张甲赶紧报警。因为几度现场找寻未果原来是夫妻中间等候1个小时的过程中有5分钟去上厕所刚好就在5分钟的过程中就刚好擦身而过。细蛋的翁仔某甲警方讲，看到碰见的牌了后，想讲斗无管，但牌的主人转来才行医，想要到急要去便所的小先生小闪心，才会造成伊找无牌警方讲翁仔某到看牌伫过程当中有离开无侵占的意图，所以无涉嫌侵占罪嫌。不过要是要呼吁看到碰见的物件，上好的选择要是送去警察局。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